唔少觀眾朋友留言都問佢哋想修道，但係又唔知方向，唔知從何入手。正一派第43代天師張宇初喺道門十規提到，黃帝陰符經係入道嘅梯行，修真嘅小路。而全真派嘅重陽黃祖師就話，修道者必須要明白陰符經中嘅要理。今集我哋就嚟睇下呢部最多唔多過400字嘅道經，點樣可以幫助大家踏上修道嘅梯行。大家可能都會有想試下修行嘅念頭，然後你可能會諗，我係咪可以㗎？陰符經話俾大家知，任何人都可以踏入修行嘅大道。雖然人嘅心性有啲會比較靈巧，悟性高啲，容易進入清淨嘅境界，但係唔靈巧都唔代表做唔到嘅。只要加以修煉，就可以制止我哋嘅心性。修行修道，你會發現離不開2個字：清淨。從一開始修行，甚至已經修到超過幾十年嘅高度，大家都離唔開修清淨。人嘅心應該本來都係清淨嘅，但係正所謂其不動，風不動，係人嘅心在動。我哋嘅心會因為外在環境嘅誘惑而心動，睇到靚嘅嘢想擁有，想擁有就要努力工作去賺錢。慢慢我哋嘅精氣神就會消耗喺追求外物，然後一步一步接近死亡。所以我哋要制止我哋嘅心性，控制我哋嘅慾望，因為慾望可以令我哋嘅九竅感官做出唔同嘅壞事、惡事、邪事。修道就係要控制我哋嘅口，幾時講嘢，講啲乜嘢。我哋嘅耳仔聽到啲令我哋覺得好激氣嘅說話嘅時候，我哋都要識得控制，唔好俾呢啲說話擾亂我哋。人世間嘅快樂往往係伴隨住痛苦嘅，得到時快樂，得唔到又或者失去時候就會痛苦。因為呢啲快樂係嚟自外物，嚟自別人。真正嘅快樂係內心嘅自我滿足。明白咗之後，我哋慢慢改變我哋以往嘅心態，學習進入真正嘅清淨，進入修道嘅廣闊大道。得到內心嘅清淨之後，陰符經提到，如果我哋希望能夠喺修道路上再向前邁進，仲要懂得如何道。冇錯啊，你冇聽錯，係道。但係陰符經中所講嘅3道，唔係偷竊，而係巧妙咁去取用同埋轉化資源嘅意思。你試諗下，花之所以可以開得咁燦爛，都係盜取天地嘅靈氣。天地取用萬物嚟成就4時更替，萬物取用天地之氣嚟增長，而人就取用萬物嘅資源嚟滋養生命。反過嚟，人嘅行為亦都會影響萬物同天地嘅。呢個係一個相互依存、相互轉化嘅關係。所以修行者要懂得巧妙咁去取用天地萬物中嘅能量，例如大自然中嘅靈氣、新鮮天然嘅食物。但係修行者必須要時刻反省，到底我哋係咪喺度善道定係妄道？如果我哋貪得無厭、過度索取，就會破壞天地萬物同人之間嘅平衡。3道既宜係一種適宜、和諧、平衡嘅狀態。喺個人修行上，意味着飲食要有節，順應大自然嘅規律。我哋人身內嘅小宇宙同天地呢個外在嘅大宇宙和諧共振，自然三才既安，進入安定、祥和、修道嘅狀態。觀天之道，執天之行。修道就係要去觀察天道嘅運行法則，再順應呢個法則去行動。陰符經，陰係暗，符係合。陰符之意就係人要點樣自然咁樣同天機相符、相配合。當我哋能夠同天機相符，與天地合一，就可以踏上修道嘅梯行，修真嘅小路。今集就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。關於陰符經其他嘅內容，喺我哋之前嘅節目都同大家分享過㗎喇，大家可以隨時重溫。我哋下一次再見。